没关系的，环涛。刚才在车里……别说了，走吧，进去喝点东西。我感觉已经好饱了。每一样可都是我专门为你点的，在这样的场合，专门为你留一个位置，你知道需要花多少心思吗？环涛，你怎么自己先喝起来了？这么久不见，也不等等我们？啊，志勋你也来了，太好了！从你婚后就没机会见过。哎，这不是西雨吗？好久不见，换发型了呀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还没结婚啊？那个，我们先去拿点酒，一会儿聊。啊，你走！你也瞎呀？那不是星宇，怎么可能？星宇是谁？啊，他认错人了吧？环涛，这么巧啊？明主任，这不是韩雨熙小姐吗？听说你要退出不当代言人了？哦，对。雨熙，我们走吧。改变心意的话就联系我，我会把你打造成真正的明星。哦，好。既然这么久没见，我们单独聊聊吧。雨熙，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。哎，小姐，这里不能随便进。我可是赵恩志。小姐，开什么玩笑？你不看电视吗？连我都不认识。韩雨熙。这人怎么着？身体怎么在这种？你敢打雨熙的主意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你还真有脸说这种话？之前是谁毁了我手下的艺人？让心雨做这么危险的手术，我绝对不可能同意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不做，有的是人做。环涛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毁了心雨的是你，我早就告诉你，他的身体情况根本不能做这样的手术。难道不是因为你实力不够，他才会变成植物人的吗？你可以把责任全部怪到别人头上，但是他上了你的手术台之后，就再也醒不过来了，这就是事实。是我失态了。雨熙还在等我，我们以后再聊。韩雨熙，抢了我的代言，我的节目，还要抢我的男人，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好看！你在说什么？放开我！凭什么？凭什么和我在一起就要遮遮掩掩，和你在一起就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？小姐，你冷静一下。愣着干什么？带他走。是。
走。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没事了，雨熙，我们走。林鹤涛，你这个人渣！一个玩够了就再找一个出来！韩雨熙，你只不过是赵新宇的替代品而已！放开我！赵新宇。环涛，你的手。没事。我今天有点累了。对不起啊，今晚发生了这么多不开心的事，但是我真的好爱你。归根结底，你也就是那个赵。哎，这不是新宇吗？好久没见，换发型了呀？雨熙，你也只不过是